我就問日本7月有冇一個大嘅地震咧？咁樣，咁個天話係有。我手中嘅呢本漫畫，相信大家都未必會好陌生，又或者其實已經知道得非常之清楚。近呢2年咧，已經有無數嘅片啊、媒體同埋新聞報導過啦。呢本嘢咧就叫做《我所看見的未來》。呢本漫畫就係由一位日本漫畫家龍樹亮所畫。佢有呢個預知夢嘅能力，其實直到而家佢已經有好幾個預知夢係成功預言咗噶啦。最出名咧就係日本311大地震。呢個其實印刷過2版啦，喺上一版同呢一版都已經喺個封面度印咗嘅。2011年3月大災害。咁當然而家要講嘅就一定係佢轟動全球嘅一個預言啊！相信大家都清楚啦，就係嚟緊7月5號，日本南海太平洋海域超巨大災害性地震，嗰個震級嘅能量係勁過311嘅幾倍，有大概1/3嘅日本係被淹沒。其實呢個預言咧，我喺2年幾前已經開始睇㗎啦，因為小弟就比較喜歡中意睇神秘學、玄學、風水、預言都係中意睇嘅，一直以嚟都放在心中啦。直至到呢年零2年嘅時候，突然之間好似連科學數據上都吻合咗，咁就變相搞到好似佢都值得講下。你都唔係鳩吹喎，你明唔明？而呢個大災難預言嘅內容啊、詳情同埋陰謀論咧，我喺度就唔會再細講啦。因為其實去到6月，你上網是但揾一揾呢個名，一大扎。但係我就幫大家精括咗幾條片。如果大家真係未聽過呢件事，或者想了解更多嘅話咧，我係會喺置頂留言嗰度咧俾幾條 link 大家去睇嘅。大家睇完嗰幾條片之後咧，大概會知道呢件事嘅由來同發生成點樣。而大家記得一定要睇晒呢條片先，因為我哋係作出咗一個決定。我哋喺7月頭係會去一個旅行，唔係日本。OK， 係。嗱，呢件事咧唔係話我哋要避難啊。唔係要走路，本來我哋都係諗住嗰個位咧就去旅行，只不過咧我哋就唔會選擇去東邊，就可能會去另一邊。我喺度建議大家睇完呢條片嘅時候咧，都諗下，如果你哋諗住7月頭去旅行嘅話咧，因為正值暑假啊嘛，都可以嘗試諗下去第2度旅行先。日本嗰邊咧，我覺得可以遲啲再去都得。咁我哋今次去旅行就去第2邊先，大家就有興趣諗下咯。OK。而喺今年年頭，我哋都特登飛咗去花蓮一轉，因為咁啱上年4月就係花蓮大地震，加上龍樹亮嘅預言入面講到7月5號呢個災難會隆起一片陸地，將香港、菲律賓同台灣連成一線，所以我哋就去咗睇下花蓮大地震1年之後到底係咩情況。哇！嗱，呢一間咧就係我哋尋晚住嘅酒店啊，見到嗰啲樓梯啊、裂縫啊擺晒出嚟啊！尋晚我哋就係一嚟到就，點解好似唔知係咩情況咯？直情係係啊冇開咁嘛，好似係啦係啦。這是以前地震留下來的裂痕。24年4月的時候的花蓮大地震，快1年了，還是很多地方要補修啊。最嚴重就是前面那個倒塌的天王星大樓啊，看似平平無奇啊呢度。係啦，呢度係有一個空地喺度啦。嗱，我會show張相出嚟，大家睇睇個前後對比。好。呢個就係上年新聞非常之 signature 啊，就係見到成棟樓傾斜，因為覺得係冇可能修復到噶啦。震完之後幾日就直接話要移除。你上次過來花蓮是不是已經很久了？是啊，就是因為地震嗎？對啊，因為地震之後到現在花蓮比較少遊客指名來啊。那因為那一次的地震，沙卡當步道啦、燕子口啦，都受到很嚴重的損害，到現在還在修復啊。白是一個富凱大飯店啊，因為呢個位啊，停車場呢個位啊。中山路上富凱大飯店迅速下沉，噴出大量粉塵。富凱飯店的3樓已經降到1樓來了。零零丁丁嘅一個角落，突然間變咗泊車位喎。係啊，可以想像到嘅，原本就係一個酒店，而家完全就係冇咗啦，成棟冇咗。係啊，旁邊這裡就是啦。哦，入口。哇，佢全部都係咁樣圍咗佢。係咯。哇，這個大樓很大的，整個都倒了。很大啊，這個。是的，都以為平地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現在。還沒有，在等候
可能要重建吧。哦，前身是什麼？住家，住家都係住宅。統帥大樓，都統帥大樓係住住家宅嚟嘅，都係住宅嚟嘅。其實世界上都有好多預言家談及過呢個即將嚟臨嘅災難，所以我哋亦都揾咗楊天命師傅去深入探討呢個預言。哇！久仰大名，師傅你好，你好，你好。我都成日睇你哋，我交咗保費㗎啦。交咗保費。跟住之後我有撳鐘仔嘅，你每一次開頭都話點解我哋唔撳啊？有撳㗎。多謝你，多謝你師傅。但係今日呢個話題比較嚴肅啊，我藉住今次機會，非常之想訪問師傅你。你都應該聽過呢個預言啊。聽講我有買嗰本書啊。講翻少少就係7月5號早上凌晨5點鐘，就話喺日本同菲律賓中間對外嘅海洋嗰度，龍樹良就話有2條龍嘅影像飛落去個震央度，然後就發生大地震，海床斷裂，爆出好多岩漿，然後就砰就好大嘅海嘯。個海嘯咧就飛向周圍嘅陸地啦，並且就係淹沒咗日本1/3。佢好誇張。係啦，仲有個陸地係爆起咗，將台灣、香港、菲律賓連埋咗。師傅你點睇呢個咁大嘅預言咧？呢個真係好大咯，好誇張咯！我上年本運程書咧，其實我真係為咗呢個預言咧去卜卦嘅，問個天嘅。我哋有啲唔同嘅玄學家，即係有啲就第二功能啦，有啲就個神話俾佢聽啦。咁我就占卜嘅，即係攞易經就卜咗卦。我就問日本7月有冇一個大嘅地震咧？咁樣咁個天話係有。咁我本運程贏咧，其實有寫到嘅。我專登為呢件事卜咧，就我都叫7、8月都有得唔去就唔去住啦。咁但係又冇咁誇張，即係3個地方連埋喎。就應該係一個超級驚天大災難嚟嘅咯，世紀級咁大塊陸地喎。我睇唔到咁大件事咯，但係真係有7級以上嘅地震，我又覺得好大機會嘅。跟住咧，我有啲朋友咧7、8月比賽去日本，佢又好擔心喎，咁啊走上嚟，喂，可唔可以卜支卦？好啊，嗰支卦就話，唔好去比賽啦咁樣。哦，都叫佢唔好去比賽，即係我卜咗2次咯，個天都叫7、8月都有啲問題喎，咁就要小心啲啦。所以佢2次嘅卦都係話日本國家呢個地方7、8月都有啲災喎。有時我哋做預測嗰啲，其實想自己唔準嘅。即係總之係衰嘢嗰啲啊，最好唔好準，最好唔好準。但係如果2次都係咁咧，2次都唔係咁嘅話，咁我自己都唔會去咯。我哋都好中意日本噶嘛，我上年先去完，跟住我2個仔問：喂，暑假去唔去啊？爹哋，我唔去啦。我哋諗住去第2度啦，咁樣咯，係啊。暑假會去邊啊，師傅？暑假？暑假方向得嘅，唔使講，唔使講咁犀利，唔使講咁明，我哋驚大家撞。我一去到見到你。唔會個日子都準埋啩？同一班機唔會啩？我驚你叫我食嘢，食埋嗰啲嘢，我又唔知點樣推你。我請你一家大食。跟住之後咧，我哋最重要就係有一個泰國嘅預言，莫派都好勁啊！真係，佢講咗緬甸大地震啦。我哋都會睇全世界嗰啲預言家預言啲嘢啊嘛。我覺得佢真係 OK，幾勁。我本身自己嘅認知啦，預言家呢樣嘢咧，就應該同風水命理就唔會太一樣噶嘛，定係話都係通到嘅，通㗎。術數啊嘛，一個計數，一個法術啊嘛，術係包括靈感嘅嘢啊嘛，都一樣㗎。喂，好似上年特朗普中槍，我講咗啦。咁地震我都有講過啊。第一次四川大地震，我直頭寫住四川地震咯。我其實係睇到嗰個象咯，仲要精算到個象就講，我就好夠膽嘅，見到咩就寫咩嘅，唔準一件事啦。咁我都講咗先啦，咁樣咯。我以前成日聽啦，就話如果真係算得咁準，但又講出嚟嘅話咧，自己會有唔好嘅嘢。喂，你幫到人喎，你俾佢用咗一個咒語，你覺得信嘅話，你咪自己咒咗自己咯。其實應該自己祝福自己啊嘛。明白未啊？明白。啲人話喂，你算命越算越薄喎，咁啊有冇聽過啊？我有聽過啊，咁你睇醫生越睇越死啦，係咪啊？又好似有啲道理喎。你睇醫生同算命都係一樣嘢啫嘛，但係你最重要佢哋覺得算命係迷信啫嘛。但係如果你學識即係睇咗啲八字啊、喜忌啊，你就知道原來全部都有得計噶嘛，咁就唔關事啦。坊間好多人可能會覺得，風水命理啫，唔一定要信嘅。但係其實都好
可以俾到個方向同埋俾到一個安全感人哋。我覺得可以唔信嘅，但係當你年紀大之後咧，你又經過好多嘢，覺得啊有啲嘢真係整定喎。係啊，好似跟緊劇本行咁啊！你就開始點解咁奇怪嘅咁樣？就原來每一樣嘢都有一個趨勢喺度嘅。咁你知道個趨勢嘅話，就係易好多咯。好似頭先咁講啦，如果你睇到個預言真係講出嚟俾大家聽嘅，某程度上幫到好多人。啱啱我哋講阿木派啦，嗱我睇翻上網啦，佢就話佢係收到神示，有靈通嘅人嚟嘅。係啦，真係一個神識啲嘅嘢咧。咁我又想問下咧，嗱其實頭先我哋就講咗日本啦，咁但係因為呢一個預言災難，其實佢係唔單止得日本嘅。佢話係喺日本同菲律賓外海中間，菲律賓海太平洋咁上下交界嗰個位就爆發。咁其實佢嘅海嘯係衝擊所有周邊嘅地區。2025嘅地運上面，究竟喺東方同東南亞有咩一個分別咧？定係話其實全部都會有機會遭殃？如果睇風水地運咧，我哋睇嗰粒飛星嗰個方位係咩方位咯。但係你點樣定個中宮咧？即係你中間個位喺邊度咧？都可以定嘅。其實就係以最高個山就當中間咁樣定。其實係定到嘅本身，咁我又覺得唔係好關事咯。即係呢啲咁大嘅嘢係天災、天道嘅嘢嚟㗎啦，本身。我哋講我而家都係24年之後就九運啦，九運就代表火啊，咁所有嘅火嘅異象都容易出現啊咁樣。咁火嘅異象係啲咩嘢啊？火山爆發啊，氣候好熱啊，啲冰溶晒啊，地殼轉移啊，呢個就係全部溫度啊、氣候啊呢啲咁嘅嘢都加劇轉變咯。但係聽你咁講咧，我發現好似係近呢1-2年，日本嘅地震真係開始頻繁啊嘛。啱啱先火山爆發添，係啊，應該嘛。同埋就係上年尾嘅時候咧，日本政府就真係公布咗話，南海海潮真係進入咗一個30年入面有80% 機會係會有8級地震或以上，即係佢啱啱都係上年尾發生，而個活躍時期都喺呢1-2年開始，咁啱就好似係九運入咗。咁但係我又想問啊，九運呢一樣嘢，一般嚟講，每一個運係持續20年。咁如果20年嚟講，咁係咪呢一段時間喺東南亞地區，可能係香港？以我所知啦，我上網睇，可能九運火運係香港嘅忌神啦，算唔算呢？香港收唔到水位，因為九運咧係北面見到水係主旺財，南邊見到山主旺丁。咁我哋咧北面咧係個山嚟嘅，大陸嗰邊就係我哋北山啊嘛。北面見到山嘅話就主唔係旺財嘅，咁即係話經濟就冇咁好啦，揾錢就冇咁好啦。即係天災就計唔計地運㗎啦？天災唔係好計地運，天災其實要睇最大嘅主持人佢做得好事多唔多嘅。主持人？哇！師傅講完都嘆一嘆氣喎。師傅，我哋會保護你嘅。唔使啊。睇翻資料啦，咁其實而家發出警報嗰個南海海潮咧，會隔100年至200年咧就會有一個超級大地震嘅，即係例如8級或9級以上啦。對上一次咧，南海海潮就係1946年嘅一個南海地震，就係8級大地震嚟嘅。所以而家計翻1846年，如果接近100年，其實我哋係爭20零30年就進入咗呢一個有機會發生8級大地震嘅情況㗎啦。基本上就好似同呢個南海海嘯嗰個警報咧係吻合嘅，即係我哋喺風水學上面睇唔睇到呢個機率嘅咧？你真係要做一個飛星統計咯。其實我哋要預測天災嘅嘢咧，每一個人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頭先講過，有啲就係話原來有個神話俾佢聽，我就係用卜卦咯。呢幾年我有寫香港嘅天運係點樣，尤其是講地震咧，你知唔知有一個卦就係叫震卦，專講地震嘅。係啊，因為個震卦系統佢會變咗有幾支卦都係講地震嘅。幾年前咧，你記唔記得香港咧？以前冇感覺到地震㗎嘛。上年、前年你都會感覺到地震嘅喎，好似係有零星嘅新聞有講過。我自己震就冇試過，但係上討論區見到有人話啱啱係咪震嗰啲啦。連香港一個不嬲都冇乜震感嘅地方，都突然間多咗震感。咁我自己本書都話，香港有震感喎。我今年我都寫香港繼續有震感，已經連續3年都係有震感嘅。即係都係嗰個震卦係見到嘅。係啊，冇錯。咁但係咁樣啦，我就想反而幫觀眾咧就打翻支強心針咁問：如果7月5號留喺香港係咪安全？安全。我因為北香港嗰支流年卦就係講有震感啫嘛，唔係好大天災啫嘛，所以係安全㗎。咁所以其實就係於你而言啦，呢個預言如果突然之間要講到話，哇有塊陸地升起將香港、台灣、菲律賓連埋一齊，呢件事係理論上實在太誇張。我覺得誇張啊。所以大家嚟講喺香港都係安全。安全。但係我哋都係會走難。南丫島啊。南丫島。OK， 最後問多個啦，就係其實喺呢個預言發生之後咧，亦都有好多謠言會
滿天飛。咁亦都有一個就係我上網見到嘅，就係19年嘅時候咧，發現菲律賓外海咧海底又有一個超過150公里咁大嘅破火山口，咁嗰個就叫做阿波拉基火山。佢係一個死火山啊！如果要真係配合預言喺嗰個板塊入面正中間嘅位置喺嗰個位爆開嘅話咧，似乎就好似係嗰個位會有事。嗱，我可以俾你睇睇啲留言啊，其實好多人已經喺嗰個位度留咗言啦，你咪已經睇咗啊！我都成日上 YouTube 睇㗎嘛，如果唔係點會睇到你哋啫？你諗下，如果咁大件事啊，即係隕石砸地球嚟㗎啦。如果唔係嘅話，喺嗰邊就整幾個核彈咁樣㗎。有啲陰謀論就係話啊，原來7月5號其實就係美國7月4號。你睇咗啊？睇晒啦！啊，師傅，你真係睇晒所有啊！睇晒啦，點唔睇咗咁八卦？嗰個嘢講到好似似層層。係㗎。跟住咧，特朗普上咗台就冇咗呢件事啦。係，即係因為本身同上一個傾㗎嘛。OK， 哇！呢個我哋唔多講啦，呢個牽扯太深呢個，但係一定要剪落去，留翻啲原意感。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咧，就有睇過啦。好啊，咁咪今日多謝師傅，都係嗰句啦，拍呢條片都係提醒角度啦，或者係如果覺得嗰個時段係不如都去個旅行都幾好啊，都可以選擇遠離嗰啲地方，安全第一咯，最緊要。唔緊要咧，即係成日都去嗰邊玩啊，今次去第二邊玩住先啦，仲要正值暑假旅遊喎。同埋最主要係，不論係玄學啦，同埋科學上兩樣嘢都已經講，同埋啲指數又好似真係向嗰個方向走啊嘛。我哋話其實你已經有啲息路啊，哇係喎，真係突然間又火山爆發喎，係啊，突然間又即係多咗好多地震喎，順且先啦。你仲要科學都咁樣講埋，冇理由鬥氣，唔好鬥氣啦。我就要出嘢啦，就係要睇下係咪會。今次多謝師傅，多謝晒，多謝晒。你哋努力啊，做好啲節目啊，睇你哋啊。我哋下次就同師傅拍食啦。好，食嘢。哇！驚天地泣鬼神啊！觀眾留言食邊間劣食？勁驚啊！師傅，你知唔知有人揾我拍劣食？唔好。多謝師傅，拜拜好啦，咁啊係咁先啦，大家好，下次見。嗱，都要講翻句老土説話，風水命理並非精密科學，頭先條片所俾嘅全部都係意見啦、建議啦、方向啦，係啦，咁就冇話係一個必然發生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大家要消化完之後，自己就作決定啦。但係我都要講一句，阿師傅咧真係好撚盡。係啦，嗱，所以點解我會攞住佢本書咧？呢本書咧就叫《楊天命2025蛇年運程贏》，係因為唔想用 book 書嗰個字咧。贏。其實師傅之前已經預言過特朗普中槍，同埋以前四川大地震嗰啲嘢㗎啦。喺呢本書我哋睇完之後咧，發現咗一樣嘢，好黐線。師傅又中啦！師傅中咗個預言，係啱啱呢個月發生嘅喎。呢個預言咧，我可以精確咁話俾你聽，唔係鳩吹嘅。嗱，首先咧，呢本書嘅出版日期係2024年嘅12月。咁正常咧，運程書都係上年年尾賣㗎啦，即係你唔會今年年頭開咗運先嚟賣㗎嘛。咁然之後呢本書嘅第21頁係講咗美國嘅天運係點樣嘅。呢度係清楚講咗馬斯克會否離巢嘅。上年年尾嘅時候咧，喺度打啤嘅喎，同阿特朗普，你唔會咁快望到有決裂或者離開嘅可能。仲要講中月份喎。佢呢度係清楚寫咗，新曆2025年5月5號至6月4號，就係馬斯克迎來最運滯嘅時候。呢2個月，佢嘅公司嘅財運、人事同埋股票好容易出事，同埋馬斯克本人係好容易會同老闆傳出不和。佢亦都寫到明係很有機會因此離開政府。而我哋睇翻 Google 新聞啦，馬斯克亦都真係喺5月30號嘅時候正式離開美國政府，完全預言中咗，好似玩 bingo 咁，都仲有半年睇嘅，大家。令我係慨嘆師傅就係好撚犀利。呢本書其實係今年蛇年啦，大家而家睇到呢條片咧係6月份，呢本書仲有半年嘅時間係可以用到嘅。咁當中有咩預言咧，或者都幫到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買《天命蛇年運程2025運程贏》，買定下年就差唔多啦。下年都要買，係下年。係啊。咁最後都喺度祝大家今年平安好運。追條片就 like、subscribe、comment、share， 係咁先，下次見，拜。開 YouTube 揾邊位？交保費，一餐慳3蚊雞，夠我等衝出天際。兩隻嘢好抵食，慣晒上新聞戲，老正角色滿尾，去81睇3幅戲。